Hi， 我係堅叔，歡迎返到岩友茶記，入嚟坐低斟杯茶先。今日堅叔想同大家傾一樣，好多人完成化療或做康復都會問雲芝係咩？成日聽到 PSK、PSP 又係咩嚟？值唔值得食？講真，堅叔自己一開始都好迷惑，見到坊間好多產品，成日聽到呢個好神奇，呢個可以抗癌，心諗咩嚟用咗真係有用。慢慢睇完資料、研究報告，同埋自己試過幾款產品，我先明白雲芝唔係神奇。但佢係天然、科學研究有支撐嘅多糖補充品，對康復期癌友可以有一定支援。PSK、PSP 就係雲芝入面研究最多嘅成分。今日就透過岩友茶記，堅叔同大家拆解清楚，幫大家唔好再亂聽亂買。雲芝係咩？雲芝又叫靈芝，英文 Ganoderma lucidum， 係一種藥用真菌，喺亞洲歷史幾千年都有人用。中醫講佢可以調理身體、養氣血、支持免疫。科學上研究發現，雲芝入面含好多活性成分，例如多糖體、三萜類、蛋白質同多酚。其中多糖體係最主要嘅免疫調節成分，對康復期身體支援特別重要。有臨床研究指出，雲芝多糖可以調節巨噬細胞、NK 細胞、T 細胞活性，幫身體面對化療或治療期間免疫下降嘅情況。堅叔自己試過市面幾款雲芝產品，發現口感、濃度同提取方法好唔同，效果自然有差，所以選擇成分清楚、來源可靠嘅產品就最重要。PSK 同 PSP 係咩嚟？好多癌友第一次聽到 PSK、PSP 都唔知係咩。簡單講，佢哋係雲芝入面科學研究最多嘅多糖成分。PSK polysaccharide，K 一種蛋白多糖，最初喺日本京都嘅雲芝菌株分離出嚟。臨床上，乳癌或胃癌患者搭配化療，研究顯示可以改善免疫功能同生存期。例如乳癌術後接受 PSK 輔助治療，中位無病生存期。DFS 有統計學改善。PSP polysaccharide peptide 來源類似 PSK， 但提取方式稍有不同，主要研究免疫調節同 NK 細胞活性。部分體外實驗指出 ，PSP 可以提升自然殺手細胞活性，提高身體辨識異常細胞能力。簡單講 ，PSP 係雲芝入面研究最多、活性最穩定嘅部分，所以康復期癌友會較常見用作輔助。雲芝有咩實際作用？堅叔想講清楚，雲芝唔係藥，唔係即刻可以殺癌細胞，但科學研究發現免疫調節可提升 NK 細胞、T 細胞活性，幫身體維持基本防護。有研究指出 ，NK 細胞活性可提高約15%，30%，視研究而異，改善化療副作用。部分研究顯示，搭配 PSK 輔助化療，可減少化療造成嘅白血球下降或惡心反應，支援生活質素。康復期服用雲芝多糖，可改善疲勞感、食慾下降、睡眠質素。作為日常補充，對化療後胃口差、免疫力低落嘅康復者有輔助作用。需要注意，產品差異大，包括菌株、提取方法、PSK、PSP 濃度、膠囊溶解度，會直接影響效果。堅叔揀產品都會留意，標示清楚菌株、提取方法、PSK 或 PSP 濃度標示，可靠來源，有醫學研究支撐。點食？實用建議。堅叔自己嘅做法係量唔一定多，研究多數用1-3G 多糖體，日唔係食越多越好。化療期間或康復期皆可。化療期間作輔助，需經醫生確認。康復期作日常補充，安全性較高。固定時間服用，例如早餐或午餐，建立習慣容易累積效果。配合均衡飲食，蛋白質、蔬菜、水果同運動都係免疫調節重要因素。留意副作用，大部分人耐受良好，但少數可能有輕微消化不良或皮膚反應。若有異常，即停用並諮詢醫生。堅叔個人心得，以前我以為雲芝係神奇保健品，買翻嚟就可以一切搞掂。經過整理資料、睇研究、觀察自己身體反應，我先明白雲芝係輔助，唔係治療。PSK 同 PSP 係最有研究嘅活性成分，長期穩定，攝取加均衡，飲食加適量運動，先係康復期最重要嘅3大元素。唔需要追求昂貴或過量，一定要揀來源可靠、成分標示清楚嘅產品。總結今日重點：雲芝係咩？藥用真菌，含多糖體、3T 類等活性成分。PSK、PSP 雲芝入面研究最多、活性穩定嘅多糖體成分，科學支持免疫調節、輔助化療、改善疲勞、提升生活質素。實用建議：
量要適中，固定服用，配合飲食同運動，堅叔心得。雲芝唔係藥，而係康復期可用嘅天然輔助工具。我係堅叔，癌友茶記，下次再同大家坐低飲杯茶，拆解更多癌症康復期間嘅生活與保健知識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，下集見。